头我讲，台语话作文啊，哦，像这啦，批你写批话，吼，就是讲啊，我写啊，甲你甲我批一个，吼，新罗先生烟豆，哦，啊烟豆嘛，就是豆你的盐嘛，哦，这都对，吼，吼，凊彩，请你甲我炒，咱台语作文雅的无，吼，哦，啊这咸酸甜啦，扒手等咯，吼，古早，哦，那迄个名利双收的人吼，啊若要转去因的故乡吼，逐个人拢排伫努力的去甲迎接，吼，拢有乌面啊个通啊收啦哈，哦，丹路，哦，好野散，哦，散，啊你当然你的存款啊，遮囥过遐囥过，啊当然你较散啊，毋过你甲集中起来，哦，你可能拢有几啊百万嘛，无一定啊，吼，袂晓，你也看，咱台语吼，足文雅啊。袂像国语讲啊，你这人吼有够老的啦，你这个人好笨呐，啊这个都不会啊啦，你不是不会啦，只是袂晓，还未晓得而已啦，吼袂晓，你啊看含慢啦、念啦哈，加手，吼，这个即马大家拢可能袂晓，吼，迄囡仔咧摇赛吼，七早也未中达到。有点要迄个厨房要甲伊母啊讨食，迄个即以前吼，我的时代拢讲，哇，你敢若妖晒吼，啊，都敢若家手啦，敢若家内底你啊福兴的人吼，无通啊食好食吼，古在理啦、老啦啦讨债，这浪费吧，哦，这团嘛是浪费，磕头、红烧，吼，磕头迄是本来是讲，哇，你遮考试的。第一名无，啊这意思，怎个转变讲，迄个人吼足可头，就是讲，你甲请教伊啥，伊都敢若要讲毋讲吼，迄个啊，伊就是伊迄学问足好啊，对伊啊朋友啊，要爱插无爱插啊咧无，爱理不理啦吼，过来，吼，咱台语即文雅，台语嘛足吉祥的嘛，哦，咱来用国语告诉，老王的啊，你那一间房子给他买下来了是吧？还是讲你那只股票是买下来了？哦，买了，价钱都落来啊，这个不好吧？啊，那台语讲，你是不是刚买起来啊？买了，那个价格就上来了，哦，就对吧？所以台语比较起来。听起来拢足吉祥的啦，